你敢信嗎？沉寂好幾年的香港經濟，在2026年第一季度直接殺出重圍，增速不僅碾壓市場預期，甚至反超了經濟一直堅挺的深圳。很多人這幾年都覺得香港經濟疲軟，增長乏力，甚至唱衰香港的發展前景。但最新出爐的官方數據，直接顛覆了所有人的固有認知。可問題來了，同樣是亞洲四小龍，台灣增速直接炸裂，韓國強勢反彈。為什麼看似同步復甦的三地，真實發展差距卻越拉越大？看似全員豐收的佳紅利，到底誰在真賺錢，誰只是湊數陪跑？今天這期視頻，我不帶任何主觀濾鏡，只用最全的官方數據、最真實的產業邏輯，深度拆解2026年第一季度香港、台灣、韓國三地的經濟成績單。我會徹底講透三地經濟復甦的核心密碼、隱藏短板，以及很多人看不懂的亞洲四小龍在 AI 新時代的終極排位賽已經悄悄落幕，全程乾貨滿滿，看完你會徹底看懂當下東亞經濟的真實格局。建議先點讚收藏，避免後續找不到。首先，我們把目光聚焦香港。2026年5月5日，香港政府統計處正式公布了第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的預先估計數據，核心數據直接刷新5年紀錄。香港今年第一季度 GDP 按年實質增長5.9%，大家別小看這個數字，含金量極高。此前全市場所有機構的普遍預期，僅只有3%左右，最終的實際增速直接翻倍，跑贏預期。對比2025年第四季度4.0%的增速，這一次的增長是明確的加速上行，沒有任何水分。而且經過季節性調整之後，香港一季度 GDP 按季依舊上漲2.9%。這就徹底打破了短期反彈的質疑，證明香港經濟的增長動能不是曇花一現，而是具備持續性的穩健復甦。更關鍵的是，這5.9%的增速是香港近5年內最強的單季表現。上一次香港能拿出這麼亮眼的經濟數據，還要追溯到2021年第二季度疫情低谷後的強力反彈階段。其實，在數據正式出爐之前，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已經提前預告，一季度經濟增速一定會比去年第四季度更快。當時市場還覺得只是官方的樂觀表態，沒想到最終公布的數據直接超出了陳茂波的樂觀預估，足以證明這一輪復甦的力度遠超所有人的想象。最值得重點關注的是，香港這一輪的經濟增長不是單一板塊拉動，而是全方位、全維度的全面回暖。三駕馬車全部發力，沒有任何短板。第一駕馬車，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實質增長5.0%，對比去年第四季度2.5%的增速，直接實現翻倍增長。本地居民的消費意願或消費能力徹底回暖。第二駕馬車，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，也就是我們說的市場投資，在去年四季度上漲11.7%的基礎上，今年一季度直接飆升至17.7%，資本入場的信心肉眼可見。第三駕馬車，貨品出口按年實質暴漲23.8%，相較於前一季度15.4%的增速，再次大幅提速，出口引擎徹底火力全開。香港大學、建銀國際、瑞銀、渣打等一眾權威機構的經濟學家統一給出了相同的判斷，香港一季度的亮眼成績是多重利好疊加的全面復甦，出口、消費、旅遊三大板塊形成合力，疊加股市、樓市回暖，再加上香港特區政府多年佈局的創科政策落地見效，多重動能協同發力，推着香港經濟穩步提質增量。這裡給大家說一個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彩蛋，也是香港多年未見的驚喜。2026年第一季度，香港5.9%的 GDP 增速，居然小幅超越了深圳同期的5.8%。要知道過去很多年，深圳的經濟增速一直穩壓香港，這一次的反超，徹底打破了固有的增長格局，意義非常深遠。不過我也要客觀跟大家講，市場對於香港全年的經濟走勢，依舊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，並會有因為一季度的亮眼數據就盲目看多。最大的風險變量來自國際局勢，如果中東衝突持續升級，長期化延續，會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，通過貿易鏈路直接傳導到高度外向型的香港經濟。除此之外，高基數效應也會壓制後續增速。一季度23.8%的超高出口增速，是特殊週期下的階段性紅利，很難長期維持。市場普遍預判，
今年下半年香港的經濟增速會自然回落至溫和區間，不會持續爆發式增長。聊完整體數據，我們深度拆解核心引擎。香港這一輪經濟逆襲的最大功臣，毫無疑問是出口。2026年一季度，香港貨品出口總額按年實質增長23.8%，如果按照貨值計算，出口同比漲幅更是達到32%，創下5年以來的最佳成績。更恐怖的是，香港出口已經實現了連續25個月的正增長，增長韌勁完全拉滿。很多人會疑惑，香港早就沒有大規模製造業了，為什麼出口能突然暴漲？核心答案只有4個字：AI 紅利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、香港貿發局的研究專家都明確表態，當下全球人工智能產業的爆發式發展，帶動了全球各地 AI 設備、電子產品、通訊設備的剛需暴漲，這就是香港出口飆升的核心底層邏輯。渣打銀行更是給出了精準數據佐證，電子零件品類已經佔到香港整體出口貨值的70%以上。說白了，香港這一輪的出口狂歡，完全是搭上了全球 AI 超級週期的順風車。再看出口市場的分佈，更能看懂香港的核心價值。內地依舊是香港出口的第一大市場，香港出口的電子產品中有68%的份額流向內地，其中 AI 服務器、高端智能硬件等高科技產品的佔比最高。同時，東盟市場的崛起速度超乎想象，香港對東盟的出口貨值同比增長接近38%，對內地出口增長接近35%。不管是內地、東盟還是歐美市場，香港出口的科技類產品全部實現雙位數增長，這意味着香港精準找住了全球科技供應鏈重塑的關鍵機遇。很多人低估了香港在 AI 供應鏈中的地位。香港經濟學家給出了一個很精準的定位：超級聯繫人、超級增值人。內地大量的 AI 科技企業、電子製造企業想要把產品銷往全球市場，必須依託香港的貿易、物流、結算體系。香港不生產核心芯片，不製造 AI 設備，但承接了整個亞太地區 AI 電子產品的中轉、貿易、流通需求。而且除了 AI 硬件出口、黃金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貿易的回暖，東莞至香港國際空港中心等高端物流網絡的完善，也進一步鞏固了香港的國際貿易樞紐地位，讓出口增長的基礎變得更加紮實。出口拉動經濟增長，消費則穩住了經濟基本盤。香港的內需復甦同樣超出預期。2026年一季度，香港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增長5.0%，不僅較去年4季度的2.5%翻倍，更是2年半以來的最快增速，也是2023年至今最好的季度消費數據，標誌着香港內需徹底走出低谷，迎來實質性復甦。消費回暖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，是多重利好共同作用的結果。首先就是大家最能感知的財富效應，香港住宅樓價從2025年3月的低位至今已經回升了大概1成，進入2026年之後，樓價又繼續上漲超4%，樓市穩步回暖，不僅帶動了裝修、家居、地產服務等相關消費，更重要的是重塑了市民的資產信心，大家資產保值了，才敢放心消費。其次是就業市場的穩定，香港目前失業率持續維持在低位，市民就業收入穩步增長，沒有大規模失業、薪資縮損的情況，這就為消費復甦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。再加上香港特區政府持續落地的各類促消費政策、消費券活動、文旅消費扶持措施，全方位激活了本地消費市場的活力。微觀數據更能體現真實熱度。香港主流電子支付平台的數據顯示，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費開支已經連續6個季度同比正增長。今年一季度，香港零售、餐飲相關消費同比增長5.2%，其中高端非快餐類餐飲消費漲幅接近8%，足以看出香港市民的消費升級趨勢非常明顯。消費市場的活力也吸引了大量內地品牌紮堆佈局香港。很多內地餐飲品牌負責人都表示，香港商場人流量充足，但場內餐飲業態大多是傳統茶餐廳，缺少內地網紅連鎖、特色餐飲品牌，存在巨大的市場空白。越來越多內地品牌入駐，不僅豐富了香港的消費場景，更印證了香港消費市場的包容性和增長潛力。不過，這裡我要講一個很真實、很多人忽略的痛點，也是香港經濟的體感落差。雖然整體消費數據非常亮眼，
但傳統餐飲業的回升速度極其緩慢，整體漲幅僅僅只有1%，只是勉強扭轉了下跌趨勢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公開承認了這個問題，香港的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體感溫差，金融、貿易、創科行業的從業者能清晰感受到經濟回暖，薪資上漲，機會變多，但傳統服務業、基層行業的從業者幾乎感受不到紅利，這也是香港經濟復甦最明顯的結構性短板。除了出口和消費，投資的爆發式增長是香港經濟最關鍵的底氣所在。2026年一季度，香港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按年暴漲17.7%。大家要知道，過去幾年香港的投資增速一直是低位單位數增長，甚至很多季度接近停滯，這一次直接飆升至17.7%，徹底改寫了過去數年投資低迷的格局。陳茂波專門拆解過這一輪投資增長的結構，不只是企業採購機器設備、升級生產設備的投入，還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建築相關投資。建築投資的回暖，直接對應樓市的企穩回升，樓市向好帶動了建築行業復甦，進而拉動上下游建材、工程、物業等一系列產業鏈的投資增長。兩位數的超高投資增速，傳遞出一個最核心的信號：全球資本對香港經濟的未來已經從觀望轉為全面看好。這一輪投資熱潮不只有香港本地企業的加碼佈局，更有海量國際資本湧入。在地緣政治複雜、全球市場動盪的當下，中東資本、全球家族辦公室把香港當成了最安全的資產避風港，持續加大對香港實體產業、金融產業、創科產業的投資。同時，香港企業也在瘋狂加碼 AI 設備、數字化設備的升級投入，佈局未來的科技賽道。陳茂波分享過一個非常直觀的細節，足以體現國際資本態度的驚天逆轉。幾年前他去歐美深會，海外機構對香港的評價是不能投資，前年的態度變成了可以看看，考慮佈局。到了2026年年初，所有海外機構的共識都是低配香港太久，現在必須全力加碼。目前香港的資金流入結構非常均衡，歐美機構資金佔比約40%，內地南向通資金佔比約30%，東南亞、中東資金佔比持續提升，全球資本正在集體重倉香港，而持續走高的投資又會進一步創造就業、提升產能、穩定市場信心，形成正向循環的經濟增長閉環。講完香港，我們再把視野拉高，對比另外兩大東亞經濟黑馬台灣和韓國，看完三者的差距，你才能真正看懂SARS時代的經濟分層有多殘酷。2026年4月30日，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數據直接炸裂市場，台灣一季度 GDP 同比增速高達13.69%，這個數據有多誇張？遠超市場預估的11.3%，更是創下了自1987年第三季度以來整整39年的歷史最高單季增速。在亞洲四小龍的排名中，台灣直接斷層領跑，碾壓香港的5.9%，韓國的3.6%，增速差距肉眼可見。台灣的爆發式增長邏輯比香港更簡單直接，完全是 AI 核心硬件的硬核紅利。全球雲端算力建設、AI 產業升級，帶來了海量高端芯片、半導體的剛需，而台灣正是全球高階芯片的核心生產基地。一季度台灣商品出口同比暴漲51.1%，其中通訊、資訊類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增速直接達到71%，僅僅是超預期的芯片出口增量，就比原本預測多出148億美元的產值。出口爆火又帶動了民間投資的瘋狂擴張。一季度台灣半導體設備進口同比增長17.05%，這意味着台灣企業不只是在吃當下的 AI 紅利，還在持續擴產，佈局未來，準備長期收割全球芯片市場的需求。渣打銀行直接預判AI 超級週期不會短期落幕，會長期持續支撐台灣的經濟增長。但台灣同樣逃不開和香港一樣的痛點，數據亮眼，民眾無感。13.69%的逆天增速並沒有讓普通民眾感受到經濟好轉，紅利高度集中在半導體、高科技產業、台積電等頭部企業賺得盆滿缽滿，薪資、利潤、市值全線暴漲，但傳統製造業、服務業、基層從業者幾乎分不到任何紅利，經濟增長的分配極度不均，這是港台兩地共同的結構性困境。緊接着是韓國，2026年一季度韓國 GDP 同比增長3.6%，
環比增長1.7%，遠超市場0.9%的預期，成功扭轉了去年四季度0.2%的萎縮態勢，實現強勢反彈。韓國的增長邏輯和台灣高度相似，都是靠半導體硬核突圍。一季度韓國整體出口突破2199億美元，同比增長37.8%，創下歷年同期新高。其中半導體出口是絕對核心，單季半導體出口額高達785億美元，同比暴漲139%。尤其是3月份，韓國半導體出口同比飆升151.4%，單月半導體出口就佔到整體出口的接近40%，妥妥的一葉輕百葉黃。依託存儲芯片、高帶寬內存的絕對優勢，三星電子、SK 海力士兩大巨頭一季度利潤直接爆標，斬獲1000億級營收，盈利能力創下近年新高。韓國的經濟結構同樣特徵鮮明，高科技產業佔到整體 GDP 的25%至30%，科技行業就業人口佔比12%至14%。雖然整體增速不如台灣，但依託核心半導體技術，穩穩躍下 AI 算力硬件的長期紅利，增長質量非常紮實。摩根大通也明確表示，全球雲端廠商持續加碼數據中心和算力投入，會長期支撐韓國、台灣的高端製造出口優勢。這裡再補充一個炸裂的資本市場數據，更能體現台韓的強勢。截至2026年5月25日，台灣股市總市值飆升至4.95萬億美元，超越印度的4.92萬億美元，正式登頂全球第5大股市，僅次於美國、內地、日本、香港。大家感受一下這個增長速度。1年前台灣股市市值僅只有1.8萬億美元，1年時間暴漲接近3倍。今年以來台灣加權指數漲幅接近50%，領跑全球主要股指。背後最大的功臣就是台積電，一家企業就佔據台灣基準指數42%以上的權重，完全主導了台灣股市的走勢。AI 芯片紅利直接撐起了整個台灣資本市場。韓國資本市場同樣瘋狂，今年以來韓國股市總市值暴漲71%，達到4.59萬億美元，超越加拿大，位列全球第7。三星、SK 海力士股價年內翻倍，科技股牛市徹底拉滿。看到這裡，很多人肯定會問：三地經濟都在漲，到底差距在哪？為什麼說 AI 時代亞洲四小龍已經徹底分層？核心答案就2個字：產業。香港的增長看似全面均衡，出口、消費、投資全線上漲，但本質上是貿易中轉加金融服務加樓市回暖的紅利疊加。香港的曬出口看似數據亮眼，但80%以上都是轉口貿易，只是充當搬運工的角色。香港出口的 AI 芯片、電子零件40%從內地進口，20%從台灣進口，經過香港中轉、物流、結算、分銷，再銷往全球。整個過程，香港只賺取物流、倉儲、金融、貿易的服務附加值，完全不參與核心芯片的研發、生產、製造，沒有核心技術壁壘，附加值極低。而台灣和韓國吃的是最頂層的產業紅利，台灣掌握高端芯片製造、先進製程技術，韓國壟斷全球存儲芯片、高帶寬內存市場。AI 時代最值錢、利潤率最高的核心硬件、核心技術，全部掌握在台韓企業手中。他們是 AI 產品的生產者、定價者，香港只是流通者、服務者。這就是最本質的差距。業內目前有一個非常公認的 AI 時代四小龍紅利排名：台灣第1，韓國第2，新加坡第3，日本第4，香港第5。這個排名非常殘酷，但也無比真實。當台韓企業靠着自研自產的核心硬件賺取產業鏈最高利潤的時候，香港只能靠 AI 企業上市融資、股票交易、財富管理、貿易結算賺取服務費。台韓已經進入科技產業的豐收期，香港才剛剛起步佈局創科和 AI 產業。當然我不是唱衰香港，香港目前已經引進超過120家重點科創企業，預計帶來730億港元的新增投資，正在從傳統的金融、地產、貿易單一結構向金融加創科的雙引擎模式轉型。但大家要清楚，科創產業的成長需要漫長週期，從投入、建廠、研發到落地盈利，需要數年甚至10幾年的沉澱。當下的香港還處在追趕的起步階段，而台韓已經佔據了全球 AI 硬件產業鏈的頂端。這種時間差和技術差
是香港短期很難逾越的鴻溝。很多觀眾可能會疑惑，既然香港拿到的是貿易和服務紅利，台韓拿到的是核心製造紅利，那兩種紅利到底差在哪裡？為什麼同樣是經濟增長，含金量和未來潛力會天差地別？我用最通俗的大白話給大家拆解清楚，這也是絕大多數人看不懂的東亞經濟底層邏輯。首先就是利潤層級的天壤之別。AI 產業鏈的利潤分配從來都是兩極分化，最頂端的核心技術、核心硬件研發製造拿走整個產業鏈80%以上的利潤，剩下的貿易、物流、結算、中介服務只能瓜分不到20%的微薄利潤。台灣的台積電憑借獨家先進製程，能夠自主定價、掌控產能，全球所有 AI 巨頭、科技企業都要主動上門採購，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定價權。韓國的存儲芯片企業也是同理，壟斷全球高帶寬內存賽道。AI 服務器剛需離不開它，行業壁壘極高，競爭對手寥寥無幾。反觀香港的轉口貿易模式，完全是充分競爭的紅海賽道，全球能做跨境中轉、物流結算、貿易代理的城市數不勝數，新加坡、迪拜、上海、深圳都在爭搶這塊蛋糕。香港沒有獨家技術，沒有不可替代的硬件產品，只能靠營商環境、金融優勢搶佔市場。一旦全球供應鏈格局調整，貿易通道優化，香港的中轉業務就會直接受到衝擊。這種增長模式極其被動，沒有任何護城河可言。其次是就業和財富分配的巨大差異，這也完美解釋了為什麼三地都會出現數據亮眼、民眾無感，但底層邏輯完全不同。台韓的無感經濟是高端科技行業暴利，傳統行業停滯的結構性割裂，科技從業者年薪翻倍，股權增值。但是普通服務業、傳統製造業從業者分不到紅利。可即便如此，台韓的科技產業能帶動上下游高端崗位、高新技術崗位爆發式增長，持續培育本土高端人才，積累產業技術底蘊。而香港的無感經濟是頂層金融資本吃肉，中間貿易服務喝湯，基層行業幾乎吃不到紅利的分層割裂。香港的細貿易紅利、資本紅利大多集中在金融機構、大型貿易企業。頭部財團紅利很難下沉到基層民生，科創產業還未成型，無法創造大量高新技術崗位，絕大多數普通市民只能受益於樓市消費的微弱回暖，薪資收入、就業結構沒有實質性提升，這也是香港經濟復甦最真實的短板。還有一個很多財經博主都忽略的關鍵細節，就是增長的可持續性。台韓的SAAR增長是產業迭代驅動的內生性增長，是技術升級、產能升級、產品迭代帶來的長期紅利。 AI 算力升級、芯片迭代是未來10年、20年的全球主流趨勢。台韓已經站穩賽道，後續只會持續迭代、持續受益，增長底盤越來越穩。而香港的本輪復甦更多是外部周期疊加短期政策的外生性增長。全球 AI 熱潮推高電子貿易需求，全球資金避險湧入香港，樓市築底反彈，這些都是階段性紅利，而非香港本土產業迭代的結果。一旦外部風口退去，全球資金流向轉變，香港如果沒有成型的科創產業托底，經濟增速大概率會快速回落。這也是各大機構對香港全年走勢保持審慎樂觀的核心原因。這裡也順帶聊聊很多人糾結的四小龍排名變化。早年亞洲四小龍的崛起，靠的是代工、貿易、製造、地產的傳統經濟模式。香港憑借金融和貿易樞紐優勢，長期穩居四小龍榜首。但時代早就變了，新的全球經濟競爭不再比拼誰的貿易更活躍，誰的樓市更火熱，而是比拼誰掌握核心科技，誰掌控產業鏈話語權。新加坡之所以能穩居第三，就是因為它早早佈局了高端製造、生物醫藥、精密芯片代工產業，同時疊加頂級金融樞紐優勢，形成了科技加金融的雙穩固結構。產業壁壘和抗風險能力遠超當下的香港，這也再次印證，單純靠中介服務、貿易流通的城市，在科技主導的新經濟時代，增長上限會被徹底鎖死。未來的亞洲經濟競爭早已不是簡單的增速比拼，而是核心產業、核心技術的比拼。AI 超級週期才剛剛開啟，接下來幾年，三地的經濟差距、產業差距還會進一步拉開，但這並不意味着香港徹底失去機會。科創轉型雖然滯後，
但背靠內地龐大的產業鏈、市場、政策支持，香港的追趕優勢依然存在，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沉澱和更堅定的產業落地，擺脫單純的貿易中介身份，真正打造屬於自己的硬核科創產業壁壘。看完這期視頻，你們覺得香港能否憑借科創轉型追上台韓的步伐？未來亞洲四小龍的格局會不會重新洗牌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。如果喜歡本期深度分析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，持續帶你看懂全球經濟大勢、財經底層邏輯。我們下期再見。